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古早人讲，长山出名虎，啊那台湾出毒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虎，好哦虎，读第二条。咱早讲虎是食灵的动物，鸟科，身躯是黄色，有乌色的条纹，真歹。上主要就是食鹿啊、食羊，也有食猪。分化来讲，形容亲像虎这尔歹算算的人，歹接近的人，咱卖讲虎。另外，毛形体看轻的意思，像讲大官虎、生理虎。另外，汉药有一帖白虎汤，会当解热退烧。也毋过，若是无食得好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所以讲到不得已的手段，有人讲饼白虎汤，也就是买贴药、拍饼药的意思。另外，阴沉鬼，咱讲是笑面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好鼻屎，有人讲是好鼻屎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鼻仔真好，鼻仔真灵，什么款的气味拢闻得出来。第二个词，读做大官虎，这个意思就是大官。用虎字小可有形体的意思，讲一个人脚踏马使饭官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一届世界芳水展览会，真侪企业大头家，佮请到大官虎来到现场开场兼讲话。现场邀请到虎鼻屎来表演，什么款的气味拢闻得出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